和广东人聊天有多难？兄弟，出发吧！你有带水吗？没啊。哦，帶咗啦。開不開？我做乜車你開啊？我開不開？你飲你咪開咯。我說我開不開。哦，你擰唔開係嘛？對嘛，開不開嘛？啊，得我幫你開。呀，開啦。你還賣萌？亂七八糟。我喝了啊。喂，滾啊！你叫誰滾啊？水滾啊！對啊，誰滾啊？水好滾啊！碌到你啊！人家水很燙，水是開的，對梗係開噶啦，你擰開噶嘛？哎呦，跟你聊天好費勁哦。那麼幾點能到啊？3.9個字。3點不是倆字嗎？哪來9個字啊？你好 ，baby。嚟啦，老細。仲有幾耐到？仲有5分鐘，3.9個字到啦，唔好心急啦。你對車怎麼還會講粵語啊？梗係啦，因為呢部車係 ION S Plus，佢個全感知交互系統中嘅智能車機語音可以同你傾粵語，一路開一路傾，越聊越開心啊！冇錯，我嘅14.6寸智加大屏仲可以唱 K 打機等等，簡直玩過翻尋味啊！咁神奇，再跟你聊兩句。你好 ，baby。嚟啦，老細。係咪就到啦？就到啦，揾個吉位停啦。你們停車還要找個吉利的位置啊？吉即係空嘅意思啊，吉位即係空位，睇佢表演自動停車啦。走，哎，你怎麼不鎖車就走啊？呢部車車門離車自動鎖噶，你混吉。吉就是空，運空，哎，運空啥意思啊？哎，運空啥意思啊？